吳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。我係6 B 班嘅陳奕之。我係6 B 班嘅蔡子善。我係6 B 班嘅聶寶佑。每年嘅9月30日為烈士紀念日，呢個係國家紀念英雄烈士嘅法定紀念日。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有法定嘅紀念日，以尊崇為民族付出嘅歷史人物、英雄與烈士等。而國家於2014年嘅8月31日，通過以法律形式將9月30日設立為烈士紀念日，就係為咗令我哋永遠牢記無數先烈嘅犧牲奉獻。烈士紀念日意義重大。1949年9月30日，亦都係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央嘅人民英雄紀念碑嘅奠基日。喺10月1號國慶前夕進行烈士紀念活動，充分體現國家褒揚烈士嘅功績。每年嘅烈士紀念日都要舉行莊重而肅穆嘅紀念活動。中華民族英雄輩出，國家為咗提倡永遠銘記、尊崇一切為國家同民族作出犧牲同埋貢獻嘅英雄烈士，喺2018年4月27號起訂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》，喺2018年5月1號起施行，以表明捍衛英雄烈士嘅鮮明價值導向。人民不畏艱辛，努力奮鬥，國家喺多方面取得驕人嘅成就，經濟急速發展，成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系。喺航天科技、5G 技術等領域取得世界領先地位，人民生活顯著改善，教育水平不斷提高，我國喺國際舞台上嘅角色日益重要。身為中國人，我哋都為此感到鼓舞和自豪。岳飛母親有見國家常被侵略，就喺岳飛背上寫上精忠報國4字，以教兒子愛國。長大後，岳飛遵照母親訓示，19歲就考軍，決心保衛國家。岳飛作為岳家軍嘅統領，佢對自己嘅要求絕不鬆懈，以作為一個好榜樣。因此，岳家軍嘅士氣往往特別高昂。岳飛精忠報國嘅精神實在令人敬仰。國慶來臨，各式各樣嘅慶祝活動有助同學認識國家嘅歷史同發展，回顧國家克服重重困難，迎嚟今日嘅繁榮穩定日子，鼓勵大家參與其中，親身體驗國慶嘅意義。各位同學唔好輕視自己嘅力量啊！作為香港嘅未來主人翁，大家可以先做好自己嘅本分，努力學習，關心社會，培養良好素質，將來為祖國、為香港嘅繁榮昌盛作出貢獻。多謝大家。